好来，这个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高雄一个19岁未婚的少女，有心唔敢互父母知影，所以昨暝伫厝内底，甲囡仔生落来，常常突然间，甲这个少女的爸爸吓惊着。这个爸爸误认这个早产的婴仔是尸体，转甲另类冷气结落前镇河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马上通报到消防局去来呼。因为天色暗昏，并无看到婴仔尸体，目前要继续咧找，而且调这个路口的监视器，要来了解案情。若是婴仔伫咧出事进前就来死亡，这是淡杀尸体，相当判5年。但是若是囡仔还佫活咧，都甲抛弃弹落溪，这就是谋杀罪，相当痛啊判到无期徒刑。消防人员伫半暝闯入高雄的前镇河，一直找无人弹掉的红婴的尸体。我就不知道。过两天透早继续找，也毋过为暗时找到日时，共款找无。高雄有一个19岁还未结婚的查某囡仔，可能是隐瞒有心，暗时伫厝内生一个囡仔了，因后被惊到，认为讲是尸体，包好了，就骑车到隔壁里的前镇河边甲弹落去。这个查某囡仔去病院就医了，医护人员无看到红婴仔，随甲警方报案。讲的讲生着就死啊，啊是这个女生的老爸提来弹。塑胶袋包裹之后，骑乘重机车前往前镇河，将其遗弃到这个河里面去。这个19岁查某囡仔讲，这个9个月大红婴是早产，当时已经无开啊，不过这部分检定还要调查。遗弃尸体的部分，它是徒刑有5年以下的这个刑责了哈。这个囡仔就是生产了后才死去的，那呢当事人就可能涉嫌着谋杀罪，上当会使处无期徒刑。若是红婴伫出事进前就死啊，只是将尸体弹掉尔，上当是5年的徒刑。所以讲，就要赶紧找到完成解破，这是一个调查的关键。另外，大人若是讲有请养囡仔方面的困难，会使去找各地社会局，唔能好不幸代志一直发生。